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6月7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100天，已經滿100天了，這時間過得好快，100天就過去了。哈梅內伊成仙也已經100天了，穆吉塔巴、哈梅內爾躲在山洞裡面也100天了。這個100天，除了前40天，美國和以色列轟轟烈烈的對伊朗進行這個治療轟炸，後面60天基本上都在扯皮，各種嘴炮，各種互相極限施壓，各種互相小打小鬧小掐，這個是一直不斷的。而最近幾天伊朗的局勢給人感覺熱度突然降下來了，也最主要是特朗普關於伊朗方面的這個說法一下少了。我記得以前特朗普每天關於伊朗的說法那至少有10幾條，連他的真相社交發的內容，包括他在白宮或者飛機場各種空軍基地發表講話，那至少一天都10幾條關於伊朗的表態。現在突然少了，給人感覺有點詭異，因為大家都知道伊朗這個事情肯定得解決，你不能這樣卡在這兒的不進不退的。但是突然雙方尤其是特朗普這邊音量小了，是不是在憋什麼大炮？這個也不好說。雖然特朗普的表態關於伊朗的說法少了，但是美國這邊對伊朗還是在不停的收緊伊朗脖子上的繩子。首先周六就6月6號，白宮首席副新聞發言人凱利他說，和伊朗政權關於核計劃的談判仍在繼續，特朗普總統不會倉促與伊朗達成糟糕的協議。凱利在福克斯新聞直播節目中表示，總統不會倉促達成糟糕協議，他已經非常明確地表明，他的底線是伊朗永遠不能擁有核武器。他補充到他們不能保留這些鈾濃縮，因為這些濃縮鈾可以很快被改良用於製造核武器，所以美國民眾可以放心，任何協議對美國來說都是有利的，他將在短期和長期內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也就是表態，這個特朗普是不達目的不會罷休，底線就是核武器核相關的內容。但是雙方小打小鬧互相掐，那是一刻沒有停止過。美國與伊朗之間6日再度互相發動攻擊，美軍在擊落伊朗無人機後對伊朗雷達設施實施打擊，伊朗則向巴林和科威特方向發射導彈，稱目標是中東地區美軍基地。美軍擊落4架無人機，打擊伊朗南部的雷達站。本輪衝突中升級始於美軍攔截並擊落4架飛向霍爾木茲海峽的伊朗無人機。美方稱這些無人機對區域海上交通安全構成直接威脅。美國中央司令部隨後對位於伊朗南部的格魯島以及霍爾木茲海峽的叫格什姆島監視雷達站發動打擊，以防止伊朗進一步發起海上襲擊。伊朗官方媒體報道稱，當地時間6日凌晨20時30分左右，伊朗南部叫西里克地區發生多次爆炸，西里克和格什姆島遭到敵方襲擊，伊朗發射7枚導彈反擊，美方稱無人傷亡。有人傷亡那就麻煩了，特朗普說了，美軍士兵傷亡，他就要宣布動武。數小時後，伊朗向中東地區美軍基地發射導彈進行報復。美國中央司令部通報，伊朗共向位於科威特和巴林的美軍目標發射7枚導彈，其中6枚被成功攔截，另1枚未命中目標。巴林軍方則表示，成功攔截並摧毀了3枚導彈以及數架無人機。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襲擊未造成人員傷亡，並否認伊朗有關巴林第5艦隊總部遭到破壞的說法。什麼意思？也就是美國和伊朗雙方互掐，美國摧毀伊朗的無人機還有這雷達，認為這些對這個霍爾木茲海峽這個構成威脅。那伊朗進行報復什麼？他就炸巴林。科威特和巴林都發出這個叫空襲警報。巴林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伊朗於6日對巴林和科威特發動了導彈襲擊，稱向這2個國家發射的7枚彈道導彈已被成功攔截。巴林外交部呼籲伊朗停止襲擊，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配合清除海上水雷，並確保民用船只安全通行。同時警告稱，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
這次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打擊，有一個現象，什麼現象？我記得以前美國跟中東地區，無論是伊拉克還是伊朗鬧矛盾，那伊朗把矛头就對準以色列，馬上就轟炸以色列。以前網上不一個梗嗎？你美國打我，我就打以色列。現在變了，現在是美國打我，我就打科威特；美國打我，我就打阿聯酋；美國打我，我就打巴林，打周邊的王爺國，不打以色列了。為什麼呢？這個原因很多，但是至少說明還有一個原因，什麼？這些王爺國確實那比以色列要慫得多。也就是你伊朗，你打以色列試試，以色列絕對報復，根本就不給你有任何什麼扯皮。什麼忍氣吞聲，報復不過夜。而這些王爺國對伊朗那嘴上說的要捍衛自己的權益，實際上非常害怕，讓伊朗在中東，他認為他找到了這些軟肋就是周邊的這些王爺國。我們接着看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的這個叫最高軍事顧問雷扎伊，他不是昨天說了嗎？要求特朗普你考虑清楚，240亿美元老老实实給我們解冻。先付120亿美元，直接到账，另外的120億在接下來談判中再釋放。反正這240億都是伊朗人的錢，被你們美國凍結了。你特朗普想要達成諒解備忘錄，你先把這錢給我放了，表示誠意，對吧？這昨天那個雷扎伊說的，向特朗普喊話，你想要簽諒解備忘錄，先給240億美元。結果今天就遭到了這個美國財政部的回應，這下玩大了。當地時間6月6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指示他的團隊評估海灣盟國的相關情況，並核算伊朗造成損失的修復成本。美國打算利用相關機制，將凍結的伊朗資產轉交給海灣盟友，用於資助其應對伊朗未來可能造成的破壞，並進行重建與修繕工作。美方考慮是否動用伊朗資產對過往遭受的損失進行賠償。你看看，這個伊朗人還威脅特朗普要把凍結伊朗的財產趕緊還給伊朗，否則諒解備忘錄沒得簽。結果這個人家美國馬上就反應，你凍結這財產，我到時候要全部賠給這些王爺國。這些王爺國巴林為首的幾個國家不已經向聯合國提出了要伊朗賠償嗎？伊朗不是轟炸了他們，要伊朗賠償。美國說我們把凍結伊朗財產用來做賠償。知情人士周六透露，在伊朗日前接連襲擊科威特、巴林之後，美國計劃劃撥伊朗資產，用於海灣國家修復後續遭襲造成的損失。簡單點說，就是美國財政部貝森特回應這個伊朗最高領袖的軍事顧問雷扎伊，你就別做夢了，還想着240億美元，你這些錢都要賠給伊朗的這些周邊的王爺國。前兩天咱們說了，特朗普把那諒解備忘錄給改了，加了3個必須等等，改了之後他要送進伊朗，通過中間人巴基斯坦。到了伊朗之後，伊朗人谈判代表他們要看完之後要送进山洞，用最原始的手段送进山洞給穆吉塔巴看。穆吉塔巴指示完之後，又要用最原始的辦法送出山洞，所以来回恐怕要1個星期。按理來說今天就應該有結果，這朗子同意還是不同意，也想改什麼的，但是今天好像也沒有聽見有什麼動靜，到底什麼情況不知道。但是有一條消息還是比較有意思的，就是巴基斯坦內政部長納克維抵達德黑蘭，預計與伊朗官員商討緩和伊朗與美國的緊張關係。今日與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會談。伊朗內政部長莫梅尼星期六晚與納克維會面時說，伊方讚揚巴基斯坦在緩和以美緊張關係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也就是你看伊朗的巴基斯坦這高官，從總理謝里夫到他的參謀長穆尼爾，再到外交部長，再到今天你看內政部長，轮番往這個伊朗跑幹什麼呢？說白了就是斡旋。我在想啊，這次巴基斯坦的內政部長納克維到伊朗，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伊朗人的回饋到了美國，這特朗普這3個必須穆吉塔巴的反應是吧？他修改完之後到了特朗普那兒，讓特朗普認為不行，又要改完之後讓巴基斯坦內政部長納克維過來游說，我認為恐怕時間來不及，也就是這種可能比較小，也就是穆吉塔巴对3個必須做出反饋之后，反饋到特朗普那兒，特朗普又再進行新的一輪磋商，那這肯定是要巴基斯坦來斡旋，所以我認為這恐怕來不及。
因為你傳到山洞裡面再傳出來沒這麼快，所以很有可能特朗普讓巴基斯坦內政部長納克維到伊朗，還是催促上一次3個必須。你這狼子你到底幾個意思，是不是？按理这1個星期也到了，對不對？你到时候給個消息啊，你行還是不行？所以我認為這次巴基斯坦內政部長納克維來，主要還是催3個必須。你這個穆吉塔巴到底是幾個意思？到時候說句話，這掐着日子一算，6天也到了，對不对？納克維表示，此行是為了向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遞交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和總理謝里夫關於當前局勢的特別信函。納克維認為這條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順利，危機早日結束。什麼意思啊？所以我就懷疑這一次巴基斯坦的內政部長去德黑蘭送去的就是最後通牒，皇軍讓我帶個消息，是不是？帶個信兒，馬上就來掃蕩了，就這意思。這個穆尼爾和謝里夫都給穆吉塔巴寫了信，這個信恐怕就是最後通牒，說美國人吶，特朗普受不了了，等不及了，哥們兒你能不能快點？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與美方達成的停火協議都必須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陸軍總司令海卡爾應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邀請，啟程前往巴基斯坦。他們就是搞岔劈了。這個黎巴嫩的陸軍總司令，那跟黎巴嫩真主黨他又不是一碼事。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總統他們都是願意停火，趕緊停火。但是黎巴嫩真主黨他不同意啊！你跟黎巴嫩政府談得再好都沒用。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報道，海卡爾此行是與巴基斯坦斡旋談判工作相關。有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談判中重要一環。你看，又扯到黎巴嫩，那我們再看看這個黎巴嫩是什麼情況。路透社6月5日報道，黎巴嫩人民不是你的人民。黎巴嫩總統怒斥伊朗與真主黨，別把我們當談判籌碼，並一指黎巴嫩人厭倦了被無辜綁上伊朗與以色列對抗的戰車。這個路透社報道說，黎巴嫩總統約瑟夫·奧恩周五指責伊朗將黎巴嫩作為與美國談判的籌碼，這是他迄今為止對德黑蘭及其在黎巴嫩付出的真主黨最嚴厲的批評之一。這個奧恩自去年經議會選舉就任總統以來，持續敦促真主黨和平解除武裝。在接受 CNN 專訪時，奧恩表示，黎巴嫩人民正在為伊朗的利益付出代價，指黎巴嫩人厭倦了被無辜綁上伊朗與以色列對抗的戰車。談及伊朗的時，他說他們把黎巴嫩當作與美國談判的籌碼，這是不可接受的。黎巴嫩的真主黨是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於1982年一手創建、武裝與資助，在黎巴嫩南部以及貝魯特南郊，也就是他們首都南郊，建立了非法的國中之國，平行於黎巴嫩政府的指揮鏈、稅收與福利網絡，而且有自己的電視台，有自己的輿論宣傳體系。所以有很多人不知道黎巴嫩真主黨跟黎巴嫩到底什麼關係。特朗普、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達成了和平協議，沒有用。那個黎巴嫩真主黨他不聽黎巴嫩政府的，他照樣往這個以色列發射火箭彈。奧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國內民眾就是黎巴嫩的民眾，因以色列軍隊與伊朗支持的真主黨恐怖組織之間的持續戰爭而感到疲憊不堪。奧恩直接譴責伊朗，說這不是你的國家，這是我們的國家。你們並不是想幫我們，黎巴嫩人民正在為此付出代價，那只是為了你自己的利益，我們的利益不如你的興趣相符。有記者問這個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說，對於伊朗外長指責美國和以色列犯下種族滅絕罪，您怎麼看？問這個盧比奧回答呀，他說伊朗，也就是伊朗指責美國和以色列犯下種族滅絕罪。盧比奧很吃驚，伊朗可是種族滅絕方面的專家，他們殺害了成千上萬的人，中東的每一個問題都與伊朗有關，真主黨是伊朗的，在伊拉克制造破壞並構成威脅的什葉派民兵是伊朗的，哈馬斯是伊朗的，胡塞武裝是伊朗的，敘利亞的阿薩德也是伊朗的。無論你把目光投向何處，背後都有他們的影子。這就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對外輸出革命，這叫抵抗之狐。網上流傳一段視頻，這個視頻真假也難辨，反正是視頻中是2個常見的那種蒙面的那種哈馬斯的
恐怖分子，就穿着哈馬斯作戰服的軍裝的，蒙着面，一個人抱一把步槍坐在那兒講話，這種恐怖視頻一般都要發表聳人聽聞的這個言論，虎狼之詞啊。這個視頻中這兩個蒙面的哈馬斯指揮官他說什麼？他說我們的麻煩不僅僅是巴勒斯坦，我們的麻煩是要殺死所有的非穆斯林，我們將在全世界追殺猶太人和基督徒，他們要麼皈依伊斯蘭教，要麼我們就殺了他們。也揚言要把特定的人群不信伊斯蘭教的都從巴勒斯坦或者是什麼加沙那地方給趕走，耶路撒冷追殺非穆斯林群体。反正這種東西在網上到處傳播，宣揚這種仇恨、暴力、恐怖主義啊、種族滅絕，這些人往往背後都跟伊朗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就是我為什麼支持懂王錘伊朗的毛拉政權的，對吧？伊斯蘭革命衛队的最主要原因，怎麼錘都不為過，對吧？如果說遺憾的話，那就是錘的還不夠狠。伊朗的革命衛隊借用網上的梗來說，全部拉出來，隔一個槍毙一個，那肯定有漏网之魚。全部槍毙，那恐怕也有個別的無辜的。不過就在特朗普這邊很詭異的沉默啊，跟這個鮮明對比的是伊朗內部內訌，那是越來越激烈白熱化。伊朗國內強硬派裡面，它還分強硬派，也就是比如說像印度胡锡進老師，那就已經是粉了的左，那還比胡锡进更左的，那就是加头老師，都是左。那加头老師那得認為胡锡進還是右。跟胡锡進還要鬥啊，一個意思啊，但是他們兩個都是左，無非就是一個極左，一個左的不夠狠而已。朗子這強硬派也分，更強硬的，還有不那麼強硬的。在伊朗國內有媒體報道說，一名叫卡姆蘭加贊里強硬派議員公開指責總統佩澤西奇揚在與美國達成停火協議時繞過最高領袖穆吉塔巴，說是未經許可就擅自停火。甚至放話稱佩澤西奇揚把美國和以色列從伊朗導彈的致命打擊中拯救了。那這個指控就非常嚴厲了，在伊朗的政治語境裡，指控總統越過最高領袖，那不就是叛國嗎？那不就是夷姦嗎？但是接下來的事情走向讓很多人意外。加赞法里落地後啊，伊朗保守派內部，也就是強硬派內部傳出了不同的聲音。第一個跳出來的是保守派評論員，叫阿巴斯薩利米納明，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是一個類似胡锡進這樣的人，或者加頭，他是这種偏保守派的評論員，他就直言加贊法里這樣的極端分子出現在議會裡就是一場災難，也就是那個強硬派，不僅溯源了公眾，更是破壞體制本身。緊接着與革命衛隊關係密切的媒體人阿卜杜拉甘傑直接發表一篇社論，標題叫魯莽的加贊法爾。波斯語加贊法爾的意思就是在自家門前打進烏龍球的笨隊友。當然這是伊朗的梗，咱們不一定能理解，反正伊朗人都看得明白。那意思就是你這哥們的在裡面就是這個保守派，你就瞎強硬，這是自己害自己，就這意思。這個甘傑在社論中指出，他說根據伊朗憲法第110條，戰爭和平與重大決策的最終權力屬於最高領袖和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那言下之意就是佩澤西奇揚也沒權利停火啊！你說佩澤西奇揚跟美國人勾結什麼停火，把美國從這個伊朗人的導彈下拯救出來了，那佩澤西奇揚他就沒這權利。也就是說，你加贊法里說佩澤西奇揚繞過最高領袖停火，這本身就不成立，你這個言論就不合邏輯，而且涉嫌誹謗。這個納明長期為保守派媒體寫作，而甘傑的立場同樣是保守派，一個是胡锡進，一個是加頭而已。他們的發言似乎意味着保守派中的務實力量正在形成某種共識，也就是與極端強硬派保持距離。這些批評者們雖然都屬於廣義的保守派陣營，但他們身份背景表明，這不是一次偶然的言論衝突。保守派內部認為加贊法里玩過頭了，他的政治熱情實際上是在給體制制造麻煩。也就是伊朗的保守派裡面也開始分化，有極端強硬派現在也在伊朗不招人待見。那麼極端強硬派為什麼會混到這地步呢？實際上就是伊朗內部日子過不下去了，伊朗的這個經濟也就是在崩潰，通貨膨脹，工資發不下來，公務員工資發不下來，对吧？老百姓還能活得下去嗎？所以你一味的強硬，
那肚子咕咕叫，肚子不容许，所以强硬的同时，還是希望美國的能緩一緩，能給點錢。這不就是最高領袖的這個軍事顧問雷達儀的要求嗎？先給120億美元，後面再給120億，你先讓我們過日子啊！一味的強硬，你不跟美國人談判，你跟美國人接着對着幹，那你1毛錢都沒有，而且石油你也運不出去，對你進行封鎖，誰苦誰自己知道。所以佩澤西奇揚在後面部分的掌握了一些權力，不是所有的權力，就是部分的掌握一點點權力，實際上都是伊朗民意的一個表現，因為伊朗人過不下去了。這也是特朗普為什麼這個叫什麼閒庭信步是吧？說我不着急，這是特朗普的底氣。雖然美國的也通脹，美國的油價在漲，但是他認為伊朗更扛不住。伊朗正如特朗普所說那樣，不要看到表面上還在蹦躂，實際上他已經輸掉了。這個戰爭看的是實際結果，而不是說看嘴看宣傳。不是說你揍我，你沒有把我打死，那我就贏了。伊朗雖然扛住了美軍多輪轟炸，但其實伊朗早就千瘡百孔，只剩一口氣。美軍經過40天的轟炸，實際上伊朗很多這種高價值的軍事目標已經被摧毀，剩下的一些軍事目標恐怕不是那麼好，容易摧毀，或者發現它打擊它的代價比較大。剩下的都是民用目標，什麼發電廠、水廠、煉油廠、橋梁這些交通樞紐，那這些都跟民用設施有關。如果真要無差別炸，其實美國也就10天就炸完了，人家沒願意炸，軍事目標基本上都炸差不多了。不是說100%炸完，是說能好炸的、容易炸的都炸掉了。那現在美國跟伊朗是互相掐。什麼互相掐？叫精確打擊。你無人機飛出來我就炸，你的雷達開機了我就炸，雷達戰嗎？你導彈陣地暴露了我也去炸，反正現在已經進入叫什麼？發現一個糾正一個，打擊一個。所以這個也讓衛隊非常難受。雖然衛隊還手上恐怕有一些導彈或者是發射車，但是這一發射容易被人鎖定，一鎖定美國飛機或者美軍的導彈就來了。就這種低烈度的消耗，伊朗也扛不住。所以特朗普他說，伊朗尚未同意與美國達成協議，是因為其領導人強硬且自豪。這個強硬和自豪打了引號，也就是他自認為強硬和自豪裝出來的。特朗普最後說，他們別無選擇，也就是伊朗人除了投降沒有的選擇。我們最後再看看這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報道說，特朗普也已經組建了一個龐大的核談判專家組。6月4號。美國特使維特科夫和庫什納低調視察了田納西州叫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並與一個技術專家團隊會面。他們就實施潛在的美伊核協議的準備工作問題進行磋商。近期，美國組建了一支由約100人組成的專家團隊。如果美伊雙方達成初步協議，他們將參加美伊核談判。美國官員們稱，該團隊是美國頂尖的核專家團隊之一，負責處理未來與伊朗達成的任何協議的技術要求。美方官員表示，6月4日參與會談的部分專家數周前完成了從委內瑞拉回收濃縮鈾的工作。這些來自一座研究反應堆的核材料已於上月運抵美國南卡羅來納州進行處理。也就是特朗普信心滿滿，連這個核談判的專家組都已經組建好了，準備跟伊朗人就核問題進行談判。這個醜媳婦終究要見公婆，是騾子是馬，最終是要拿出來溜一溜。也就是這個伊朗人對特朗普的這個修改的諒解備忘錄到底什麼意思？你不能已經1個星期了，還能再拖1個星期嗎？看看伊朗人是怎麼表態，看看特朗普還能忍到什麼時候。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